Hello，多謝大家陪阿傑一齊玩呢個遊戲啊！今次嘅任務係比拼幾間20蚊以下嘅咖啡，仲會帶大家睇下我眼中嘅屯門靚街景，一定要睇到最後啊！仲有記得 subscribe、like、share、Food Life 阿傑啊！呢間嘅即磨咖啡係自助，不過唔係間分店都有提供嘅。據我所知，屯門智樂花園同埋翠玲花園嘅分店都有，建議參考佢哋嘅公告。佢哋係16蚊一杯，逢星期五買一送一。我就買咗意大利鮮奶咖啡，奶味比較重。如果要評分嘅話，我會俾3個星星。呢間有提供即磨咖啡嘅分店，比第一間多，建議參考佢哋嘅公告為準。我去呢間就係喺屯門麒麟徑嘅，17蚊一杯，逢星期一買一送一。我就買咗短笛咖啡，咖啡味同奶味平衡。要評分嘅話，我會俾4個星星。呢間大家應該都唔會陌生㗎喇，設有咖啡嘅分店都唔少，建議參考佢哋嘅公告為準。我今次去嘅呢間就係喺屯門市廣場2期，佢係16蚊一杯。呢個優惠推出咗冇幾耐，仲未知幾時做完。我就買咗即磨鮮奶咖啡，個拉花真係好靚啊！咖啡味同奶味同樣平衡。要評分嘅話，我會俾5個星星。不過要留意，咖啡嘅營業時間唔係24小時㗎。因為有期間限定嘅葡撻買一送一，10蚊就有2個，所以就順便嚟咗啦。酥皮脆，中間蛋漿滑溜而甜，完全係被炸雞耽誤嘅葡撻店啊！我唔係建議大家特登山長水遠嚟食以上呢啲嘢嘅，只係如果你啱好過嚟屯門嘅話，可以順便欣賞埋屯門靚嘅街景。咩話？屯門都有許願樹？冇錯啊，位置就係喺華都花園附近。有別於大埔林村許願樹，屯門許願樹係要拋3祈福嘅。喺陽光襯托之下，超有日本 feel 啊！
仲有知名嘅 graffiti artist 作品欣賞，包括通渠、爆裂同埋修理梳化。仲有店長狗、店長貓，同埋路人嘅寵物。多謝大家睇到最後啊！仲有記得 subscribe、like、share Food Life Idea，同埋留言話俾我聽，你鍾意片入邊邊個地方啊？我哋好快就會見面㗎喇！